高雄市政府为着要鼓励民众生囝，今日搁再宣布讲，这公共托育人员对这个月开始会加薪水4600块，厨房人员卖加2000块。托育机构人员表示，因为这几档公立的幼教人员薪水福利拢有增加，会诱一寡人才离开，希望这摆加薪水会当甲人才留倒落来。 高雄公共托婴中心一班才16个囡仔配4个老师，环境算袂歹。不过无到2岁的幼囝实在歹照顾。高雄市府宣布要替这的托育人员加薪，对目前起薪3万块，增加到34600块。另外，厨房人员嘛加薪2000块，高算有356人受惠。 因为跟准公共化的幼教人员的薪资差距大概有4000到6000元左右哈，那所以造成托育这个人才哈延揽不易，对我们的工作有肯定，那再让我们更有动力去为这个托婴中心去服务。 加薪了后，高雄的公托人员薪水就甲台北、新北同款。其实对公共托育中心来讲，这几档确实无法度甲人留落来。幼儿园这块，因为调的幅度其实比我们快多了。今嘛嘛是会烦恼讲，好不容易培力起来的这些专业人员，可能怕会是往。 另外幼儿园这个部分，市府唔但增加托育人员的福利，目前28间公共托育机构，今年要增加到53间。台湾已经连续2年人口负成长，今年阁拄到好年，高雄打造友善养囝的环境，希望增加少年爸母生囝的意愿。记者邓家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